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请帮我跟你左右边的问候。上主的手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一起要来宣告。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好不好？任何事情不能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阿们吗？塞车不能，下雨不能，变天不能，阿们。阿们，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需要拍手吗？好，声音帮我放大一点哦。我们要有信心，要有喜乐的来欢唱，要欢欣喜乐的来到神的面前，看见彼此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我们一起拍手，声音再大一点点。结在中的星星，可以将它散落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可用绿洲，你不曾放弃我。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结在中的星星，可以将它散落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可有绿洲，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神的应许都是阿们的，都是为我们量身定造的。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可有绿洲，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宣告说，在你没有，再一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可有绿洲，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他说应许不论有多少，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阿们，为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你的应许，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都是 Amen。 我们一起来，都是 Amen， 都是 Amen， 都是 Amen， 都是 Amen。 好，我还要继续阿们呢，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耶和华听了我们的恳求，耶和华必要收纳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让我们倾心的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来靠近他，让我们透过祷告能够来跟神沟通，能够跟神见面。一祷告不
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垂听我们每个祷告。主啊，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们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在神你的面前。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他必垂听。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阿们。神必垂听每一个呼求，就像今天来到他面前的人一样。神的爱充满在这里，充满在这里，充满来到他的面前，要来寻求他的人。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
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他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主，我们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因为是你的手做到的。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就必要看见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一同来彰显。”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殿宇，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宣告：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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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在这里，
不停息，将他的力荣耀全都归于你。神的灵要充满在他的圣殿，所以我们要一同来呼求他，一起来经历他，一起来经历他丰盛奇妙的作为。谢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在这里，你的荣耀同在；就在这里，你的恩典能力同在。当我们同心合意，开口来祈求祷告，开口来赞美你，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你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就唤起你在这里的同在。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你荣耀的国度尊贵都充满在这里。当你的子民向你来敬拜，同心来赞美的时候，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从你的宝座施恩，赐下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医治、你的供应，让我们用信心来经历那使无变有的神，你所要赐下的一切。谢谢主，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也坚固我们的信心、勇气，向你大大张口，你就大大充满在你的教会，充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让那不可能要成为可能的，让我们的信心被坚固，让我们祷告不间断，让我们祷告直到看到你要成就在基督耶稣里面那种应许要成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咱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哦，跟他2章哦，但是我们其实要透过这个第7章哦，那最近牧师也在准备后面哦，其实都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在整个历史的事件当中来掌权。我们来读以斯拉记7章27节，一起来。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这是以斯拉伊斯拉他在我们这个礼拜有看到这里，对不对？牧师的讲道有提到这里，那里面有看到神的手，上帝的手，安怎在过去，在一开始他们没有办法归回的时候，上帝的手来激动谁的心？古列王或是塞鲁士，对不对？第一个，所以有第一批所罗巴伯。带领大概42000多或是5万那个数字，回到耶路撒冷做建殿的工程，刚好也是我们在整修，我们在建造我们新的会堂啊。咱咧看这段圣经，我们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原本好像好多这些的拦阻，但是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手借着古列王，那掳走他们的，竟然能够释放他们，能够回到故土，回去看到这些荒凉旁，神怎么样透过王的手供应这个礼拜我们也看到透过第2批以斯拉，然后有亚达薛西王。那在之前，咱咧看因咧起圣殿时，有没有被拦阻？有没有停工？停偌久？15人年对不？停15人年，可能心强要凉去，会强要欢喜。但是上帝又借着我们看到
大流士，我们看到他会去查阅这样的一个记录，然后河西省的省长，还有这些想要拦阻、想要破坏的、被破坏起圣殿呢，竟然因着查到这些的记录，然后新的王又说什么？那呢？哦，您爱出钱，哦，你们要付上代价，哦，把人割的，跟变作爱付上代价。然后我们看到今天透过以斯拉第二批重建心灵，对吧？这礼拜个人学习者，要哪对心底下来起造，从心灵来建造。如果咱即马起好啊，那无对软体、对人的心底下起造，一个水水的圣殿，没有好的敬拜。所以这个礼拜牧师跟大家分享说，马拉基这位先知就提醒他们：恁的奉献、恁的敬拜是上帝爱吗？恁所做的，恁用迄个有瑕疵的，恁用迄个无好的，上帝讲宁可吼，我爱我的殿关起来啦。昨天我跟玉如在面谈，然后他要受洗，好感谢主。他所自我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哪要信的信较迄个吼，信较热性的吼，要信就真的信，不要什么顺信听、半信色啊，哦，这个好像是老李家，对吧？无冷无烧，迄个拿鲁拿烧。神不希望我们，或者说或冷或热，不要怎样，不冷不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咱看讲，上帝的手在掌权。到第二批以斯拉率领大概多少？大概5000。等于主要，今天牧师在准备第10章，就看到婚姻的问题，看到他未来要解决的问题，很棘手。但是他一个人为了整个民族在哀哭，在认罪。在祈求的时候，神透过圣灵的感动，就是感动，让从基层、从百姓一直到官长，他们可以一起来怎样？一起来悔改，一起来回转，甚至可能我们觉得今天不可思议，那别叫人离婚，别叫人抛妻弃子，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如果你要去了解，请听11月1号的迦南之声。那原来在这个婚姻背后，更大的危机就是针对他们整个为什么过去亡国？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焦点呢，那样呢？但是新约有新约的不同时代，有不同对婚姻对。这样的一个诠释嘛，所以咱看倒转来，以斯拉他在整个教导，他在无助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的，就是说他倚靠神，所以话语是成为他面对危机。亚达薛西王在拣选他在精选的时候讲啥？这个人是安怎？精通什么？律法。精通上帝的话啊，所以因为精通上帝的话，让他预备好自己，能够面对未来，不管是整个处理危机，不管是面对人的心灵的重建，伊变哪伫这来帮助因，变哪伫这来起造，有水水的殿，哪无人伫遐好好来敬拜，所以所谓的用心灵。用诚实，如果这个心是怎样，是不是神的心意？那就好像马拉基先知告诉他们说：“啊，恁现的，而是讲你们抢夺神的东西嘛，你们没有真正的分别为圣哦，恁拢搞黑白哦，啊，恁家己有做多吼较好的，总是你所献上是什么？所以优先顺序在提醒啊，那。”我每一次在面谈，我一定会跟这些的面谈者讲，蒙福的秘诀在哪里？马拉基书3章10节，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
后面的应许。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什么？顺服。如果今天以斯拉没有顺服王的命令的王的命令哦，但是他预备好自己，他有话语的装备完之后，他愿意委身在圣灵性情的引带，然后呢，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哦。事物都是很好解决，人的心上歹安怎？人的心上歹溜了，对不？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他有智慧，透过祷告、呼求，然后认罪，竟然能够有这样的影响力，让整个会众自动来觉醒，然后来回应。所以底下让我看，因为顺服，因为也顺服，带来他在整个心灵重建的过程当中，那个心大家安怎有一个共的心。那个旁，那个过去，他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去敬拜这位神。透过先知也好，透过以斯拉他的教导哦，让他们能够真的行出上帝所喜悦的。但是其实到最后，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困境，一些的危机了哈。讲牛看甲北京嘛是安怎，嘛是牛了哈。所以有时候神的话如果没有读进心里面，可能就是一个表面。所以提醒我们，包括我，包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上帝话给读入去哦，然后活出来哦？如果可以，我们就像以斯拉精通，然后顺服，然后最后怎样经历猛虎。所以连国库就通什么府库，连就上帝在掌管万有，调动万有。然后让亚达学习王讲，你尽管你讲，你尽管你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所有的要求，王都怎样？有没有回应？都回应了哦。所以神调动万有，甚至让整个国库都能够为什么？为圣殿、为心灵的重建来效力。过去牧师都经历过，从政府的资源一直到民间。我们怎样去经历那属变有的神？在秋华当中，神如何供应？我讲过，有一次我要募款300多万哦，那一次的活动哦，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大家同心，然后经历哦，那一次光我自己就募了大概100多万以上哈，我就跟同学讲，我跟长老讲，我就跟谁讲，他进去然后出来，我是这个给你，我说多少哦。20、30哦，多少？我就看见说，当你有信心哦，去经历的时候，神的资源自然怎样源源不断，在供应你，因为你为了神的事在荣耀神。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哦，特别是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哦。今天也好久没有看到娟珠了哦，她过去面对父亲的去世，但是。他是信主的哦，然后陪伴妈妈，好，在这一段不容易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神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透过他所见证的，能够激励我们，也让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怎样使无变有的，这位上帝是坚固我们的信心的，这位上帝是给我们勇气，可以让我们能够瞻望未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回顾过去的感恩。然后呢，他在信心的过程当中他能够面对他所面对的处境。最后一个就是他后面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信心、有盼望，可以瞻望未来。未来的事我们不晓得，但是都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既然从他的历史，从他的祖先，一直到每一个王当中，我们都看到。上帝奇妙的扭转，看到什么啊？看到可能在迄个现况，哇，那会拄到这个困境。但是神就是使那个不好的变成什么好的，阻力变成什么助力啊，对不对？然后各种每天的圣殿的这个献祭的供应，来你们要出，哇，无讲无代志讲嘞，他们变成。主力变助力，每一天他们要供应足够的，所以弟兄姐妹，
信心是让我们看见不可能的可以成为可能。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经历了哦。教会已经经历太多了。我想，什么是教会？不是只有这个，而是指你跟我，你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经历神那么多的丰富、足够的、丰盛的。即使你现在是面临缺乏，但是透过这些经文，即使是有拦阻，即使是有缺乏，但是相信神尾声，然后神就翻转，神就为你预备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以斯拉，他在面对他新的一个任务挑战的时候，因为他平常他就精读上帝你的话语，他预备好自己，要让神来使用。在一个契机来临的时候，一个特别的时刻来临的时候，神竟然透过亚达薛西王，透过这个国王钦点，能够要他回去接这个任务，服侍神的殿，重新来建造人心灵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归向神，能够重新好好的敬拜神，也将一切各样的资源赏赐给以斯拉。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也透过姐妹她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知道说，神你真的爱我们。主你真正疼我啊，疼我伫迄个感觉唔知未来要安怎的时阵，你的慈爱恩典的手都在坚固我们，坚固我的信心。你安怎让以斯拉有勇气，你嘛要想使我有勇气来展望未来。谢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求主的灵继续来带领，继续来引带我头前唔捌行过的路，但是因为有你甲阮帮赞引带，阮就感觉有信心、有勇气、有盼望，继续来跑走。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将时间交给双位长老。test。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想我咧卷主讲以前哈，我先做个引言啦哈。所以大家拢知影我遮会爬山的。我退休前就开始爬山，拼死命爬。有当时一天我爬2条山。嘛捌一天吼，对透早9点爬到暗时透早6点爬到暗时9点，你捌听过无？刚刚爬1条山尔。爬到吼脚酸手软吼，前面就终点10公尺，花了20分钟才走到。所以我才爬山。但各位知影，咱爬山吼，尤其如果是爬大山，要不要带背包？要带背包，对不对？没有带背包敢去爬山的哈，可能也没有几个人了。尤其爬大山。那最近呢，我有一个以前的很好的同事，我们都知道。南法到西班牙、葡萄牙有一条朝圣之路，对不对？有人捌去行过吧？朝圣之路，朝圣之路，对，朝圣之路是几多条？同长的迄条是800公里，800公里的朝圣之路，叫圣雅各之路。这条路800公里要行40天。我这个朋友伊去行40天，这2天转来，然后我就请教，你这是让他行到够的。要行安尼有简单无？要不要背背包？因为他们要经过，甚至要经过丛林啊，还要爬坡，可能晚上还要继续走。他背包不能离开他的身体啊，背包啊，就这个背包。所以我人将背包派来吼，伊咧甲我讲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咱若去后摆有机会去朝圣哈，我才想要去哈。然后去朝圣，也是讲后摆你要爬山，你知影讲，咱身躯派这个重量啊，最棒的重量就是体重的1/10。比如讲我70公斤，我要派几公斤？几公斤？你不要跟我讲背70那是不可能的哈。背7公斤是最好走的、最舒服的。如果超过7公斤，就会什么？就会成为负担，对不对？就成为负担，就走不快。
所以我就想到讲，有影咧，要行这个朝圣之路的人，逐天爱背起什么自己的背包，对不对？每个人装的不一样，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有的可能装睡袋，不怕冷的装背心，但是呢，东西爱背自己的背包，这是不是重担？走到终点，这个重担怎么样才能放下来，对不对？如果没有走到终点，这个背包能不能放下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啊，要走到终点啦。所以我就想到说，真的，有时候在想，这个背包还分哦，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哦，男生跟女生不一样哦，男生的背包跟女生是不一样的。那我就想到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有讲过哈，这个凡劳苦背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安息。”我想呢，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其实我们在主里面都可以得到安息，都可以得到安息。那么娟珠呢，她去年因为刚刚牧师有讲，她照顾她的爸爸，一直到离开整整1年多的时间，她陪她的妈妈那1年多之后呢，昨天下午，那么她很勇敢的说，她要为主来做见证。我想呢，她已经卸下了她很多的重担，她愿意来跟各位分享她这段期间的心路历程。娟珠，请。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见证其实真的是很突然。我昨天才想到说我想要报名参加分享，那不知道可不可以。那我昨天就有赖我们的群组，然后我是想说我很久没有回迦南教会，因为爸爸生病过世，到目前妈妈独居，需要我在新北市树林区。那现在我是跟妈妈在那个树林的灵粮堂主日聚会我都有看线上的迦南教会主日，然后我每个礼拜天晚上有跟我先生毕坚跟我女儿信如在赖做那个家庭小组 RPG， 然后我经历许多的苦难之后，我就想要求主赏赐给我成为安慰人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有一些孤儿的灵，也常常像二儿子浪子的心。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去年1月的时候，因为爸爸突然生病住院4天我回去照顾他。后来因为爸爸他小中风，有那个失智症的一些状况，然后我就继续留在那边帮忙照顾我爸爸。然后在照顾的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然后也很痛苦。然后爸爸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他后来他也经历过晚上没有睡觉，然后跑出去，然后找不到路回来，好几次我们很紧张去找他。然后后来他不能吞咽了，然后比较困难，我们有申请那个政府的长照2.0来帮助我们。然后在这当中我也学习到很多，因为我爸爸后来有插鼻胃管，然后还要抽痰，然后还有要打胰岛素。因为我们是居家照护，所以这些东西我都要学，而且我都要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多时候熬不下去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祷告。我刚开始祷告是说，天父求你医治我爸爸。后来呢，我就祷告说，天父求你挪走我爸爸的痛苦，挪走我和我妈妈的痛苦。如果你愿意把我爸爸带到你身边。那后来过得很快，去年10月19号，我爸爸就离开我们了。然后我爸爸离开之后呢，
我每次想到他，我就很痛。那这1年当中，感谢我有天父、主耶稣，还有圣灵陪我、安慰我，然后日子很快到了1年了。就在几天前，10月19号，就是我爸爸逝世1周年的那个满1周年啊，我有跟我妈妈一起举行那个爸爸逝世1周年的追思。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追思有安排一首诗歌，那个诗歌让我想到我爸爸他在世的时候都是笑眯眯的，然后他的笑容一直都在。那我想，这首歌是台语的“咱就笑眯眯”，那我想唱给大家听。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无论拄着啥代志。咱就笑眯眯，逐天笑眯眯，咱的耶稣会拜笔。主啊，讲伊若伤心的人，就来亲近伊，伊要赐安慰。你若有担当，头前看无路，咱的救主的确带路。啊，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很实在。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照顾爸爸不能去教会聚会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我有偶然之间看到，一张卡片，然后它上面的那个祷告经文啊，就好像就是写给我那时候，必须要看的那个经文是这样写的：上帝呀，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贫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的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然后我在10月12号的时候写下了一个祷告，内容是这样：经历了人生许多事，我终于有了人生最后想要走的路是，主啊，求你帮助我成为安慰人的人，我在你那里得到完全的安慰，这是我感受到最重要的事。我想着同我一样需要安慰的人，必定也在痛苦着，求你看顾保守他们。当我向他们表达安慰的时候，你的安慰就在他们里面。他们要将自己的全人交托给你，你是他们人生的道路，唯有你能除去一切痛苦。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然后我在10月18号的时候又写了一个祷告，内容是这样：求主赏赐我说故事的才能，像主耶稣说的比喻，让人明白真理。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真的很感谢主。那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要带来2个魔术表演给大家看。表演的不好不要笑我。那第一个魔术是神奇的绳子。那我们亲爱的游牧师有教我们神奇的一刀、神奇的钉子、神奇的数字卡。那我要带来的是神奇的绳子，然后这是一个普通的绳子哦，就是很普通哦。那麻烦帮我拿麦克风。谢谢长老，辛苦你了。好，我要打一个结。好，再打一个结，已经2个结了。然后我还想打第3个结，从这边绕过去啊，再打第4个结。哇，打这么多结，这个绳子团团转的，好混乱啊！
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常常在打结，然后一片混乱，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口诀是这样的：我们人生如果打了第一个结，又第二个结、第三个结、第四个结，不要打死结。然后呢，上帝来解决。失败了刚刚没有祷告，一定是这样不行，再一次。好，这一次就不要浪费时间，就直接打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团团转啊。再一次哦，上帝来解决。奇怪，怎么办呢？这我知道了。绕的那个位置。好，这一次是成功的，所以再打一次。好，奇怪嘞。要写的待会后面报名哦。好，上帝来解决哦，好神奇啊！这个结就这样打开了，所以呢，这么好的福分大家都想要嘛。那我们就要来寻求我们的主耶稣，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这样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打结了啦，有什么困扰的事情，都可以交给耶稣，他就为我们来解决。那还要表演，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要表演第二个魔术，这个是跟我自己有关系的。我想要把我最真实的一面表现给大家看。然后让大家看看我的改变，然后这个我是不随便表演给人家看的哦，只有在现场的人才看得到，那些在线上用听的都看不到哦。然后我想要表演的是，我可以马上老10岁，然后又马上年轻10岁，然后好哦，大家要注意看哦。我的头发怎么这么白呀？马上老了10岁。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要来卖这顶假发，也不是要来介绍假发的好，是说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人生遇到了像老了身体有什么变化，实在很烦恼。我也是很烦恼，我以前都是染头发的但是我不想再花这个时间在染头发上面的。那我们就求我们的天父主耶稣给我们智慧，然后我就去研究了这个方法可能很适合我，然后我就买了这顶假发之后，就发现果然不错呢，而且我已经戴假发戴得很熟练了。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把自己的烦恼不管是什么，交给我们的主耶稣，问他，请他给我们智慧，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那我现在要再表演年轻10岁。真的差很多，差12岁。真的谢谢牧师。那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表演，然后又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应该欢呼一下吧，捐助，赞！不是动算是赞！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分享，其实到昨天晚上有先试讲，还录音到小组说大家听看卖快点跟你讲的啦，会使不？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1年多来都没有看到他，我跟毕坚但现在是毕坚
我们也常问起他的状况啊。那毕竟说放心啦，放心啦，他现在很好啦啊。但因为没有见到人，还是有点担心啊。但我觉得借着祷告，我想娟珠又回到我们当中。当然，他的妈妈现在也在固定在灵粮堂那边聚会嘛。我想这是非常感谢主的。我想不仅是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那我刚刚呢讲那个背包，对不对？啊，我们牧师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有姊妹要受洗了。那各位想一想，我们还没有信耶稣，后来我们信了耶稣。信耶稣之后呢，然后呢，可能就要开始什么，跟过去的生活不一样，要读经，要祷告，要11奉献，要参加聚会。好，那之后呢，可能我们当小组长了，那当了小组长，然后呢，可能我们当了执事了，那然后呢，可能当了长老，那然后呢，所以很多的然后的背后都是一条我们要继续成长的道路，继续追求的道路。我看到娟珠今天的分享，其实我昨晚上听就很感动了。我就要讲出他在照顾爸爸的过程里面那一个难受。可是你看到他有没有很难受？现在有没有很难受的样子？有没有？没有哈，真的没有。我想神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他能够走出这样一个伤父的伤痛，也能够照顾妈妈。我想神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那我自己讲我自己的见证呢，很简单。我多少讲，我都家在背山哈。结果去年的10月6号，那时间差不多，那10个月都发生这些代志哈。今年10月是不是有很多事？对不对？刚刚那个20的中共是不是20那个什么刚刚开完？10月也发生很多事。去年10月6号，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朋友邀约我们跟我们2个人跟我朋友4个人去爬山，结果爬完山回来之后，我的腰就不能动了，那个腰就没办法弯，坐只能坐20到30分钟。如果主日崇拜呢，有的人不知道我还拿靠垫去靠着因为我只要超过20分钟之后，我大概就会坐不住，就会很痛。那当中呢，当然很多热心人士，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热心人士，对不对？我就会告诉我说你这个是什么哪一家好我就去了好多家桃园的骨科龙叉我也去过你们都知道我们可以跟他们排队，然后从17公斤开始拉起，拉到了24公斤，这样拉很久了，已经拉了快2个月都没有好，中间也去敲棍，也去整脊，该花的都花了。那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就是在这个治疗过程里面一直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那刚好有一个姐妹就介绍我到某一家的新开的，在桃园新开一家诊所然后就去给她看，我一直半信半疑呢，闹口令，因为这个姐妹她的先生住在这个刚开业医师的楼上，然后他是个机师因为他50间很久了都没有好，那开飞机嘛，对不对？所以他的手是不是很重要？对，所以他就半信半疑去看了以后，他好了7、8成。我太太跟我说：“那个姊妹的先生说好了7、8成，我骗笑等一条我说不可能啦，我这个50间都10几年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对不对？也好啦，也没有怎么样那我一次就会好，像我都过了7、8年才好嘞。结果我还是叫替气的，没去。后来有一天还是很酸痛，受不了，所以我就去按摩，按摩了3个小时，好了没有？没有啦，如果好了我就没有下半场了就是没有好，所以我就人讲听无嘴啦，对啦，同辈嘛现在听无嘴，我就讲他好了，我来看一届看卖那刚刚无啥好，我就卖去结果去了第一次，我真的很感谢主因为我去了好多诊所看，他都告诉我说，你这个就是椎间盘怎么样突出你都这写给他就是你看你 X 光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怎么样讲到我讲到要死，你知道吧？这头发一定要开刀，我听开刀，我胡我在60岁来开刀，所以后来我觉得感谢主，这个医生问诊的时候问我了很多状况，他居然告诉我一句话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腰酸，我听着不斗像你知道吗？你不知？用嘿，因为你要慢慢的检查才知道，我不使随跟你讲，但是呢，你的发炎是确定的。身体的发炎是确定的，我这个屁股的酸痛后来这样屁股上已经酸了快1个月了，都睡觉都连起床都很难起来了。说实在的，我连我们家的弹簧床都扔掉，因为有人跟我说不可以睡弹簧床，只能睡什么榻榻米。我把弹簧床那么贵的弹簧床送给隔壁呢，很心痛呢。结果换了一个2000多块的榻榻米在睡，睡到
顶扣扣安尼，阮某嘛缀我困，哦，但嘛困干了，遮艰苦了，对啦，爬袂起来。我就感谢主，这个医生第一次这样的告诉我之后，我当天就，你刚讲我们也继续也在祷告，说主啊，今天在注下，他跟我说你要打一打消炎针。那各位知道我5月确诊哈，我是5月确诊，在我确诊之前，我已经咳嗽了将近大概3、4个月。确诊之后会不会咳嗽？有的人不会，有的人会。像我就还继续咳嗽，有时候我咳到我儿子都会受不了，叫我小声一点。我说无你卖少的好啊，对吧？这边给我咳这些而我真的咳的连心肺都会痛。各位有人经验吗？都会痛。结果很奇妙，这个医生帮我打了这么大一桶消炎针呢。我说注会更呢，打一桶，打你煮落去，我这大杠啊呢煮落去了。我跟各位讲，感谢主。第二天我就不酸不痛了。然后隔了1个礼拜之后，我儿子跟我说：“爸，我好像好久没有听到你咳嗽了呢。”我觉得神真是奇妙。我怎么治都治不好，怎么找医生吃药，什么枇杷膏通通吃，温布啊嘛，刚才想药我一大堆了，这个就弄不好。很多人都很关心我，真的很感谢主。但后来神那么奇妙，就借了1桶消炎针，让我已经9咳，然后9咳不愈啊。我讲我小我怀疑讲，爸你是咪肺安那？迄我唔敢讲，伊唔敢讲啦，我迄肺炎啦哈，照那个低剂量碳的。后来我就很感谢主，真的一针下去，我的整个消炎的状况，咳嗽好了，到现在都没有咳嗽，我真的非常感谢主。那最重要是后面慢慢的治疗之后，医生真的找到我的问题。原来我这个50肩的毛病，虽然经过了10年，还是没有完全好，所以我的腰痛是因为右手的这个50肩才引起的。我就很感谢主，让这个医生，他透过这个医生也找到我的病根在哪里。我今天下午为了试验，医生跟我说：“你现在好的差不多了，你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跟他防疫了。你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我想我恢复正常生活，阮某去吃好料，我嘛出来去，对吧？结果我开车走到龙潭去爬西周山，我要试看卖啊！讲医生你讲要有影还是假？我就去试爬西周山。以前我上下来回40分钟，你知道我今天走多久吗？我今天没有攻顶，我今天走到半路的时候就走不上去了。走不上去呢，我很感谢主，因为当我准备坐下昏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妈妈走过去，看到我，我那安尼跟他抹下贴的安尼，他马上过来就照顾我，那当然我没有勉强走完了，我就走下来。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今天试了一下爬西周山呢，就差点昏倒，她也吓一跳，以后不可以自己一个去。我说我想这小山，医生说你要练习啊，但我觉得说，万事真的是互相效力，但对我自己来讲，我今天学一个警惕。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爬山。还有，我也学到一个，不要勉强自己。所以以前我会勉强自己，一定要攻顶我才要下山。今天我没有，我就回来了。我觉得神都随时随地在提醒我们，都在提醒我们。然后又那么巧，就安排一个妈妈，刚好我准备每丁当学，边上马上喂我喝水。我就很感谢主。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叫救护车？要不要叫？”不用了，不用叫了，我只是很累而已。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在经历神，大大小小的事都在经历神。我最后讲一个别人的见证，虽然不是我的，我在小组有分享过。其实我每天在经历神奇妙的供应，神的供应不只有财务的供应，神说在你的需要里面，神就供应我们。刘同牧师，各位听过吧？哈，刘同写了很多歌，那个刘同。有一次他在台上的时候，就跟他的会友这个道歉。因为他有一天他的会友做见证，说牧师我跟你讲很兴奋，牧师我跟你讲，我去卖场车位都满满，停车场都满满，我跟主说主啊，我需要一个车位，求你给我个车位。当他祷告完就有个车位出现，就在前面他就停进去了。刘同牧师听到以后跟他说，骗笑那有可能，上帝那么大，管你连停车都要管他就心里面这样讲。当他心里面这样想的时候，圣灵马上指责他：难道我不是大事小事都管的神吗？我不是无所不能的神吗？你怎么会说我连停车都不管呢？这个弟兄的祷告是这么的真切，我当然会应允他的祷告。
所以刘同牧师从那时候开始，从那一次以后，他每一次只要找停车位都祷告。各位，你找停车位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祷告？出门前祷告。我是经历了好多年这样的经历，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神每一样都供应到有余。今天非常谢谢娟珠的分享，我相信她不仅会变魔术，可能将来还有更多的才艺，神要借着她赐恩福。我们再一次掌声，将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美好的见证，而我们要成为教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就要继续为教会来努力，让我们迦南教会也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阿们吗？所以我们这个时刻要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1章28节，请。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教会的事工，第一个我们要为信徒的灵命更新能够稳定，也能够来祷告，让我们的信徒能够有跟神交通、单独会主的时间。也为了各牧区的小组牧养，以及我们迦南教会全体要同心合意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另外，我们也感谢神，在33号2楼我们新堂的宣教中心已经整个装修完成，也在再来的这个礼拜日，我们要来举办57周年庆以及献堂的感恩礼拜。求神让我们有智慧，在宣教中心的使用跟设备的运作，一切都能够合神心意，也能够有神美好的旨意在这当中。另外就是我们要进入到校园，有这个大有及清溪国中社团的服事，求神能够感动更多的同工来参与，也让福音的种子能够在校园里面来萌芽生长。另外，我们在57周年庆整个这个筹备的过程，我们求主亲自来带领，特别我们要呼召所有的区以及小组的小组员都要来参与我们这个献堂的感恩礼拜，求主将这些已经很久没有来到教会当中的这些会友、这些兄姐，都能够带领他们回到迦南。另外，为了11月报名受洗的这些兄姐，让他们能够有信心来依靠神，不受到任何的阻碍。在10月6号，要在神跟众人的面前做信仰的告白，求神来带领这些兄姐。也为了在11月12日到13日2天的核心同工退休会，求神让我们有新的看见，在新的一年，我们要为主做新的事，要为主来做美好的工，也让各部我们的牧长同工们能够在这当中一起来努力，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这个时刻，我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开口同声，来为教会的事工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教会迈向57周年，主，我们感谢你的带领保守，有神的恩典在我们教会当中，就谢谢你，让我们教会的灵命、信徒灵命能够继续来增长，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有神的恩典带领。我们求神你让我们的牧区长子同工，让我们来经历智慧，主让我们来牧养教会的每一项事工，也一起同心合意来建造主你的教会。主让我们透过教会的每一个聚会组织，每一个小组，每一个事工，每一个活动，主让我们来经历你。主谢谢你让我们站立在这里，主让我们能够在迦南教会里面一同来领受神你所赏赐的恩典。我们要继
继续为主来做工。求主你继续来带领、保守，在我们教会所有的这些牧长、同工身上，让我们能够愿意奉献自己，成为馨香的祭，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更重要的是，你帮助我们懂得沟通，当我们有彼此交流，无论是在事工上，无论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当中，主啊，恩待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主啊，赐福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的教会经过了57周年，主你的恩典一直与我们教会同在，从过去的几十人到现在，主我们牧养神你的羊群在桃园这个地区，主我们不再去看过去，我们必须要向着主你所为我们立的标杆来直跑。主，我们要请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迦南教会，特别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主，我们看到很多羊群迷失，有很多兄姐不愿意回来。主，我们请求你再一次感动这些兄姐的心，让我们所有的信徒能够愿意回到教会，学习主你的样式，不再只是信徒，而是愿意学习成为门徒，成为主你的学生，一起同心合一，要来建造主你的教会。主，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是我们教会的头，而我们就是教会。主，我们愿意努力摆上我们自己，来建造主你的身体。在桃园这个地区，我们要请求神，让我们有新的看见，有新的眼光，将主你的羊群带进来教会。特别神，我们也看见在校园当中有需要，我们也愿意摆上我们的同工进入到校园。求主你彰显你福音的大能，在校园里面将福音的种子撒在这些学生、这些老师的身上，让他们知道在这混乱的时代，是唯有主你来掌权在这当中。主，我们愿意在大有、在清溪这些学校来分享主你的爱，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你就加添能力、加添力量在我们所有的同工身上，能够装备主你所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不畏惧，也为我们扫除前面的这些困难、阻碍，捆绑这些撒旦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在校园、在我们的社区为主做美好的工。特别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要来献堂，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恩典，要排列感谢在神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带领，特别看顾我们在当天所有一切礼拜的过程，让我们的信徒，让我们的会友都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来感谢神你的恩典，并且为着明年度我们要安排的所有的事工，主，求主你继续来带领，在我们11月12日、13日的核心同工退休会，主，请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赏赐智慧，在我们的牧长、区长、小组长所有的同工身上，能够有神你的保守。我们愿意摆上自己，就求神你亲自为我们来规划新的事工，也让我们能够来响应这样的事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全体的信徒、全体的会友都一同来参与，
来建造主你的身体。主，我们要请求你来看顾我们迦南教会，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有神你的恩典继续来带领我们的会友，带领我们的信徒，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将我们的教会前面的事工完全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着让我们为新年度的事工计划来代祷。首先我们先来念这段经文，就是记载在箴言29篇18节。来，请。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那现在让我们为了2023年的事工来计划来祷告。首先，我们的第一点，为新年度的意向与目标，复兴祷告烈火，经历丰盛主恩。第二点，为各部事工的规划与人员的安排。我们首先为这2点，我们来请大家同声合一的来祷告。天父，是吧？谢谢你。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同心合意的宣告，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作王掌权，圣灵在聚会中自由的运行。在未来新的一年中，让我们能够燃起祷告的烈火，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主丰盛恩典同在。主啊，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带领教会在各部的事工规划与人员的安排上，都能走在合神心意的道上，并且赐给了牧者同工精神体力，也都能够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够被圣灵充满，引燃来祷告的烈火，我们来广传福音，使得我们周围未信主的街坊邻居呢，也都能经历主丰盛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接下来会为我们那个2023事工计划代祷哈，我们为第3、第4哈，为各牧区小组的事工规划与牧养，那为社区用社区事工总体规划与牧区的搭配，一起赢得灵魂哈。那我们同声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这当中，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就在我们的里面，就这样。主啊，这样，谢谢你，主耶稣，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透过每一个牧区、每一个事工的团队，我们有好的整
全的规划跟牧养。主，我们晓得在人是不能，但神你却凡事都能。主你来兴起，来呼召那适合的同工，在适合的位置上。主，我们一同来牧养你的羊。主啊，我们也是那被牧养的羊群的当中，让我们在服侍，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得着好的牧养跟陪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兴起我们有更多每一个会众、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一个关顾的心，也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同工的团队。我们特别为社区事工的总体规划跟牧区的培养。谢谢你，赞美主，赞美主。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为了下一个年2023年的年度的那个社区施工，主啊，我们在规划，在牧养，主啊，在规划在牧养的时候，主啊，你都领导，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如果在我们不足的时候，你来提醒我们；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如何来牧养社区这一群可爱的那个长者。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在规划当中，我们主啊，你也领导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规划都是神的旨意，每一个活动，每一个事项都是主你所自己亲自安排的。主啊，谢谢你。主耶稣，在我们服事当中，主啊，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主啊，你也给这些长者，各些社区的长者，主啊，你让他们你亲自来带领他们，让他们快快乐乐来到这个社区。主啊，丰丰盛盛的、丰丰富富的领受主的恩典。主啊，你要带领我们更多的人。主啊，你要带领更多人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同享主你的福音，同享主的你的福乐。主啊，来赢得更多的灵魂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同敬拜。主耶稣，我们这样感谢赞美，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要用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来回应神。透过今天每一个祷告，我们要更多的经历神给我们的信心。芥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可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芥菜种的信心，芥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可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可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Amen。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可有力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美。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爱美。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他是应许的主。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用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宣告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这些的要即将要进入婚姻的哇，11月，然后12月，总共有4对了哦。好，这个部分我要请这两排来为这些人来祝福、来祷告。这些这一对的那有因为疫情延误的有2对那我们恳求神保守，看过后面的都能够很顺利的好，那第二个我们要为了年老体弱的，这个是人要面对、要去经历的过程那我们请我们的这一排好吧，这一排因为这比较少一点癌症的我们看到有一些要化疗他要面对这些的征战那我们为了这个癌症呢，就这一排好吧，这一排我们来为他们来祝福特别我们的庆中兄了庆中央他在上个礼拜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因为秀瑞这样呢很担忧，因为就被赶出医院嘛，因为劳保就健保的问题，1个月就要被赶出去然后他到另外一个诊所听说他要回诊，就你没办法你处理就在上个礼拜他特别是在上个礼拜，对了应该是我们在这边为他祷告他们预备保号码快点，然后去经受然后看有没有，就凭着信心就感谢主神就预备，对吧？神就预备让他有一个病房现在在中立那边，因为要复健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特别为庆荣兄来祝福来祷告为这些病痛的因为年老的，然后有一些的这些的状况，然后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所以请这一排我们记得我们每一个你记得他们的名字今天好像树梨姐妹她换人工关节是今天我们特别为她在术后的复原来祷告。最后我们OK， 最后我们这一排为确诊的弟兄姐妹特别为我们的董事长夫妇啦礼拜一确诊，我今天要有打电话秋林乡他比较 OK 了轻微，甚至咳了那每位长老这1-2天比较严重一点，但是今天我打给他比较有声音了就咳那痰咳不出来然后喉咙痛然后身体就是不舒服因为比较年长了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些就是确诊的弟兄姐妹，包括敏哲的孩子爱童就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我们如果知道他们还有谁知道谁在确诊当中吗？
他应该差不多要出来了哈，他这个礼拜就可以了哈，所以我们为他们很快的就是因信称义，好吗？因信就是一条线哈。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来为他们祝福啊，结婚的祝福他们在神的看顾产业当中神也要赐福他们，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看顾我们家庭的建造，是由你而来，你建造我们的家庭，也要透过家庭来赐福。主，我们也透过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年老体弱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神你的医治、你的同在、你的赐福在他们当中。主，特别是面对好多这些的癌症的病患，主，这些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在医疗的过程当中那种的苦痛，求你医治的大能充满，透过这些疗程过程当中，你恢复他们身体的健壮，主，让他们能够见证神你是医治的大能者在这样的一个复健的路程，主，我们需要神你给他们有能力，有信心来经历主你是给他们在这样的忍耐的当中来经历神你的复原特别是我们为了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确诊当中，主保护他们肺部，保护他们会不受浸润，保护他们，主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圣手来扶持，你的大能来医治，你的宝血来洁净，主让他们经历你是又真又活，你是医治，你是供应，你是赐福，你是使他们彼此相爱的。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主，我们奉你名来到天父圣人宝座面前，特别为这些年轻人，他们彼此相爱，要建立一个家庭。主你就是从家庭设立这样一个制度，来透过家庭要来赐福我们。谢谢主，让这些年轻人他们在信仰上彼此同心，能够建立一个家庭，是蒙福的家庭，也是一个主你施恩赐福的管道，也赐福给他们未来有这样的产业。主谢谢你让这一些家族能够因着这几对的年轻人而蒙福，能够特别是有未信主的，透过主你的话语，让他们知道唯有神你是赐福的源头。所以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些年长的这些病痛，特别是癌症的病患，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面对医疗、面对这些疗程的煎熬，主需要你赐给他们有耐心，能够面对这些长期的疗程。主保守他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保守他们的身体不受这些癌细胞的侵袭，还有这些化疗的药所造成的副作用。主，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让这些要经历慢性病的这些长期的这样的复健长期的这一些的医疗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有耐心，能够面对这些医疗，也能够照着这些的疗程，看见他们渐渐的康复。主，我们奉你名特别祝福我们这些确诊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经历这样的一个病痛的当中，主你的圣手来扶持，特别是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每位长老他们夫妇，与这些弟兄姐妹同在，主让他们在面对这些的后遗症的时候，主你断绝这些的后遗症，让他们不会有这样长新冠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奉你的名，我们要宣告，他们要很快的健壮起来，主让他们很快的能够经历到阴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愿你来赐福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使他们灵魂体兴盛。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不动摇的信心，来建立神在我们当中的掌权。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活出，海浪之中我必不沉默，
夜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睡眠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睡眠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睡眠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睡眠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抬手将荣耀归我们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刚强壮胆前进。主，我们就看见你为我们摆设了宴席，在敌人面前为我们征战。谢谢主，让我们一起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世界的祷告祈求感谢，让那祷告的烈火能够复兴起来。愿你来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成为守望祷告的人，也加倍的恩膏充满在他们的口中。当他们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们宣告的时候，就看见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应许都是阿们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次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弟兄姐妹彼此来祝福说：愿主与你同在，赐给你平安。愿主与你同在，赐给你平安。